疾管署公布，国内阁加2个本土麻疹的病例，原本是判定这是同一站新北分治的事件，也毋过后来所发现讲，这2个人是甲无共个案来接触，来源是无共的，也就是讲，这新北市恐惊有2站麻疹的疫情，这当中敢有小牵连，目前还阁需要进一步来调查。那疾管署是预计讲，这4月份进前，麻疹疫情会出现一大高峰。伫北部麻疹的疫情搁再扩大，疾管署公布出片的个案搁再增加3例，一例是境外移入，2例分别是中和区28岁女性甲永和区41岁男性。本来认为是拢甲北部社区群聚指标个案有关系，验公自发现到发病17天，已经晚近潜伏期的上限，要一调发现永和这个个案甲鱼汤相关个案卡了有相差，因2个拢有去过中和的鱼汤店。整个事件目前看起来可能以新市镇认为说跟这个鱼汤相关的个案比较有关联，所以会依照新北的依照新市镇那初步还是研判为是2个不同的群聚啦所以目前这个依照有新的一些市政跟发展。疾管署讲，麻疹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出片加起疹膜，传播力正强，伫同一个空间内面会当透过空气传播，潜伏期平均是14天，上长会当到18天。所以，规个北北桃一个生活圈拢爱加强戒备，估计4月进前会出现高峰。只要说有带源者的遗迹呢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话，其实都可以造成人群的传播。那麻疹的受感染者基本上潜伏期呢中位数是13天，那最长可以到18天，在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有发烧以及有皮疹的这样的情况，那甚至呢在口腔里面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白点。疾管署讲，咱国今年到即马有7例麻疹的病例，比进前4年的同期拢搁较悬。伫即马病例拢较集中伫咧新北的中和地区。另外，顶礼拜新增加2例儿童新冠肺炎死亡的个案，是今年第一遍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死亡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